發展局喺時代廣場事件發生之後3年，最近頒布新指引，容許業主喺私人發展項目嘅公共空間範圍進行商業活動，但係面積唔准超過10%。而任何人要喺呢類地方進行非商業活動，好似藝術或者文化表演，就先要向管理公司申請。新指引今日正式生效。憂慮點就係，譬如我哋啲街頭藝人係好自發噶嘛，隨時隨地都會嚟使用呢個公共空間。而出咗新指引，可能會好多所謂啲程序式，好多制度要處理啦，行政手續係咪？又要申請填方，咩時段做啲咩內容，要好詳盡咁樣申報，同埋要經過審核。甚至乎批唔批准？但係如果你俾咗呢個權佢咧，我哋有個懷疑，咁你會唔會選擇性容許某人嚟做表演？